你都中意蓮塘口岸過關，又中意按摩嘅朋友，今集推介嘅按摩店你一定會好滿意啊！環境仲超闊落、超新淨同埋超新啊，價錢仲超平，免小費，全部價錢都係明碼實價。藝堂艾草足浴60分鐘，體驗價88，記得試埋呢一個128蚊60分鐘嘅中藥頭療，有免費糖水點心任食。一條龍嘅服務啊，由腳按到落頭啊！對面咧就已經係蓮塘口岸啦，全部都係香港人啊，一個介紹一個嚟啊 Hello， 依家出到嚟蓮塘口岸嘅，依家出發去揼骨。揼骨咧，你哋係咪覺得喺蓮塘口岸咧，除咗蘭亭國際之外咧，就冇其他選擇咧？今日咧就介紹一間新鋪頭俾你，就喺天橋行過去咧，落天橋就見到叫做樂康愛健啊！一過天橋咧，個價錢咧就肯定會平啲㗎啦。經過個天橋之後行落嚟呢度。新喎呢間嘢，呢間嘢好新啊，新開嘅，叫樂康愛健推拿料理，足浴修腳，艾灸拔罐。足浴60分鐘，體驗價88蚊，本店免簽小費，連紙巾免費品嚐。樂康愛健健康中心新店開業，全息裝修。入到嚟整體嘅環境光猛舒適，空間仲好闊落。賺免費咖啡、奶茶、檸檬茶仔都有，小麵包可以免費食，仲有呢個甜品都係可以自己任攞，擺喺呢度自助櫃度，你自己食幾多就攞幾多。只係因為咧位置咧係離開咗蓮塘口岸，過咗天橋啦，所以呢度咧就比較闊落啲，就唔會好似喺蘭亭國際咁樣咁嘈咁多人，好新淨啊，同埋好闊落。體驗價60分鐘先88蚊，係啊，同埋78分鐘洗腳同埋修腳先係128嘅體驗。係啊，冇其他小費，同埋開咗幾耐啊呢度？我哋開咗有4-5個月啦，4-5個月。回頭客都好多。我諗通常都係香港人喎。係啊，按完之後90%啊，90%係香港人啊。睇到價錢又好吸引咧。係啊，好受惠啊。係啊，冇隱藏收費係啊。你係咪做開藥材之後諗住開一間養生店，就係呢間按摩店啊？係啊，我哋本身做藥材都做咗成30幾年連鎖啊，惠康同大藥房啊。配合而家人哋中意健康啊，你開一間呢啲養生店都幾好啊。係啊，所以咪試下咯。因為啲師傅咧，我哋有老師啊，所以我哋師傅一入嚟咧都有手勢咧，都有師傅嚟培訓㗎。啊，同埋我啲師傅我冇生手嘅，一般都5年以上係保守嘅。啊，唔生手嘅師傅我唔請㗎。你唔請嘅？啊，因為我哋就係做技術啊。唔冇技術嘅資訊啊，因為我華強北咧係中醫啊，中醫推拿治療，差唔多5個月，回頭客都好多係嘛？好多回頭客，全部都係香港人啊，一個介紹一個嚟啊，好多回頭客啊。第一咧，我哋技術啊；第二咧，服務啊；地方公正啊，價錢又公道啊。我哋冇啊，所以冇套路啊。我初咧，好多你哋啲顧客問我有冇套路，我話咩套路咧？佢話冇嘅咩？我話冇啊，就係你幾多錢就幾多錢，我唔少費㗎，就係咁講。睇下長長嘅大堂嘅梳化，比較清靜啲，同埋有房嘅獨立嘅按摩房，呢個呢就2人房嚟嘅，全部呢都係用一次性嘅床單，一客一戶。室內嘅燈光呢就好柔和，每間房呢都放置咗香薰，香薰嘅味道呢令到人好放鬆。有2人嘅足浴按摩房，間呢都好闊落，電動嘅足浴凳呢好似張床咁大啊！可以隨時咧變成按摩床，房度同時間可以進行足浴同埋按身嘅。咁呢一間呢，就係做頭療嘅房間，獨立嘅沖涼房。沖涼房呢，就採用乾濕分離嘅設計，就唔怕整濕啲衫啦。而廁所呢，都非常之光猛同乾淨啊，乾淨企理嘅程度呢，大家肉眼可見。大堂足浴60分鐘呢，就88蚊嘅體驗價。等我都試下先。艾草，哇好舒服啊！88好得啊，按呢位 ，bra 咁樣噶，按到啲筋。因為長時對電腦。我駝背都直翻啊，條腰鬆晒成個人。我要揾翻你88。鬆啲啊！我聽到辣一聲，你聽唔聽到？還不夠放鬆是吧？哇！呢個就係新鮮嘅薑磨出嚟嘅薑蓉啊！呢啲薑應該係好辣㗎喎，即係真嘅薑啊！就依家加埋薑敷啦，之後再按腳。用新鮮嘅薑蓉嚟敷腳呢，就要另外加多20蚊，好驅寒保暖，促進血液循環，緩解疲勞。痛得嚟好舒服嗰種痛喎，血氣運行得好好啊！依家我背脊都濕濕地啦。敷
敷住啲薑蓉浸腳，去寒去濕。如果60分鐘嘅足浴呢唔夠喉，可以試埋呢個套餐，體驗價188蚊，110分鐘，包括有足浴同埋中式推拿。按完腳之後呢，就開始按身，如果加多10蚊呢，就可以轉精油推拿，男士就可以中式按摩，女士就可以做精油推拿。按完腳再按身，價錢都唔會超過200蚊啦。如果你經常嚟深圳按摩，呢個價錢呢應該係性價比之王啊！請試下我哋嘅陶療房，超級優惠㗎，128蚊60分鐘，正期體驗下一條龍嘅服務啊！由腳按到落頭啊！第一步喺洗頭髮之前呢，就係放鬆下肩頸同埋頭皮。首先呢，由頭部開始，師傅就用佢獨門嘅手法幫我疏通下頭部嘅經絡。我僵硬嘅頭皮啦，同埋肌肉呢，充分咁放鬆。大概按摩呢，就10至15分鐘。咁多種按摩，我哋最中意呢就按摩頭部嘅。按摩完之後呢，就到頭皮淨化同埋深層清潔，用浸泡好嘅茶膚水嚟洗頭髮。個功效呢，就清潔控油、養護頭皮，仲有消炎嘅作用啊！聽講仲可以緩解脫髮嘅困擾。以前冇洗頭水，古代人都係用茶膚水嚟養髮同埋護髮。依家師傅呢，仲用新鮮嘅薑泥啦，充分咁搽喺我嘅頭皮上面。師傅呢就好細心咁逐啲咁搓喺我嘅頭皮上面，去濕同埋驅寒嘅功效啊！做完呢個薑蓉嘅按摩，頭皮打開晒之後，真係感冒都好翻晒啊！按埋肩頸㗎，然後肩頸這裡要塗點，等一下要按一下。哇！膝頭哥頭先就敷咗薑，依家個頭又敷薑。你知道了，他知道了。攞去啊！做完水循環，再加洗頭髮，再吹埋頭髮，咁就完成晒啦。歷時呢就係60分鐘嘅。做完出嚟嘅效果非常之滿意，靚立立，好輕鬆啊！隻頭好輕盈啊！洗頭髮好柔順。菊花都係你藥材鋪度攞過嚟嘅，冇錯啊！呢個鹹檸檬好好飲喎，係似係嗰啲醃咗好耐嗰啲檸檬咯。貴賓你好，我是98號技師，榮幸為您服務。可以，水溫可以嗎？可以。咱們這個搓鹽呢，可以幫您滋潤皮膚，可以去死皮的。完之後，你這個腿會越來越滑哦，好靚噶哦。好，貴賓，我們現在開始按腳啦哈。如果唔想好似我咁喺大堂度按摩呢，大家都可以提前訂間房，包間艾草足浴呢，就70分鐘，148蚊嘅。左上角呢，就係微信，掃一掃呢，就可以添加好友。歡迎大家預約同埋查詢嘅。紅棗蓮子雪就整翻碗糖水滋潤下。老闆娘自己親自煲嘅雪耳糖水，紅棗雪耳蓮子糖水，好靚靚嘅雪耳嚟煲先出膠啊！好啦，我哋而家按摩完啦，拜拜。係勁舒服，佢哋話按完之後，聽日再嚟過。係勁舒服，真係勁舒服，好到位啊！好啦，記得訂閱點讚我嘅頻道啊！我今日咧樂康愛健，又開心又健康。做人嘅宗旨就係咁樣，開心健康。按完摩就舒舒服服咁返香港。對面呢就已經係蓮塘口岸啦。喺呢度嘅位置咁好，價錢抵啦，同埋啲技術呢就好到位啊！啲技師個個都係5年以上嘅，同埋老闆娘超級 nice 啊！所以我哋都好推介你，大家都可以嚟試下呢一間鋪頭，叫做樂康愛健。好啦，我今日呢就差唔多啦，記得訂閱點讚我嘅頻道。康堂大藥房嘅招牌。喺深圳好多分店㗎，真係信心嘅保證啊！希望老闆娘嘅生意越嚟越好。